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。顶礼拜五日节，大家食肉粽，伫台中梅川西路短短50公尺内，拢总有3档阿婆肉粽，口味无相像，嘛有无共的特色滋味。这款传统的古早味，一天会当卖上千粒。另外，想要食有创意的肉粽，嘛有业者卖泰国鸡肉粽，甲因做的泰国鸡料理，包胡椒虾，也佫有麻油虾，逐喙拢会当食到虾啊！真侪食食客小钱要来试验。店家真熟手，对这个炊霜内底摕一罐粽出来，会斟酌甲看。这个粽甲普通的粽差真济，简单有1/3遐大粒尔。内底到底是包什么鸭呢？伫个竹米内底，佫有包一眼泰国虾，有胡椒虾，佫有麻油虾。原来这是咧卖泰国虾的业者，配合5日节，甲泰国虾甲包入去粽内底，粽甲做较细，拄好食一喙。这个店家佫甲号做一喙虾仔粽，安尼嘛，互顾客食甲真欢喜。小小的这样子，我们虾子吃起来味道会更明显、更好吃。那我们刚好就是小小颗一颗，你可能一个人可以吃个2颗、3颗都没有问题。这款创意粽有人爱，当然传统的粽，伊的地位嘛袂较输。伫个台中梅川西路顶悬，都有连续3档的这个阿婆肉粽，竹米、三层肉、红葱头、菜脯，还佫有豆干、竹笋，这个鸭是安尼软，看到互人嘴软水强要衰落来。这3档的粽，伊的口味拢无共。伫个5日节前，一天拢差不多通卖出几千粒的。它是新鲜啦，又现做的，里面的肉很好吃。肉粽特别好吃啊！你当年拢来吃？我拢伫遮。过来东区这间肉粽店，透早一日开始卖，2000粒肉粽，伫10分钟内互人买了。竹米是炒到安尼香佮 Q， 一粒敢若卖15块，无怪会啥遐侪民众来甲买。5日节，逐间肉粽店拢点出绝招，要来满足这个食食客的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